今仔日就是我两个金孙周会，咱要来办一个活动，抓族就是试酒多济。人讲生理有色，旧礼无灭。咱即马搁复古，大家真注重即个抓族掠龟。咱较等的来看。咱是安怎掠？今仔日真特别，我两个阿孙呢，龙凤胎，拄啊好渡济日子，我着要现场来办即个仪式，互大家了解。试酒是对宋朝就开始，宋朝有一位大将军。叫做左宾，这个左宾呢，因为伊的囡仔有好渡济，满丈夫，伊要来试验这个囡仔后日仔的志向到底是如何，所以伊就摆足济物件，各行各业的物件要来互伊摕，看伊到底伊后摆进步是如何。你看较真啊，真正趣味哦！这个渡济是真大，伊这个仪式，在古早，搁较古早，囡仔若无返丈夫，伊是无好命的哦。坐几个小时啊？12个多小时。12个。连火车大概15个。4个小时啊，很累哦。蛮累的，可是这样就好了。今天为了要庆祝你的金孙，这个是你的长孙。长孙嘛。对。你们的文化，这个你以前住台湾吗？住了，从我12岁到18岁。你住过台北？台北对，就这一带。这一带住台北你住台北住哪里？住天母。天母哦。你有在这里读书吗？有，在明德国中。明德国中哦。爸爸是来台湾做什么的？他来这边就教英文的。教英文啊，英文老师啊。英文老师。你跟爸爸来啊？对。娶这个台湾的老婆。你们那边的文化，你的长孙，你怎么名字是你取的吗？不是，像我就带我祖父的名字，然后我爸爸就带他祖父的名字，已经这样子混了5、6代了。你长孙就取那个祖父的名字。对。你的长孙就取你的名字。对。这个是你们的文化。很好很好。如果还没有满周岁，有什么规定？在以前，像我曾祖父那一代，他们还没满岁的时候，他们不娶女的。就他不满岁了。所以呢，你们的文化也跟我们文化差不多嘛，所以我们来做这个周岁啊，是很大的意义，就是说圆满的，小朋友圆满的，以前家庭都没有那么好，所以养一个小孩很不简单，养到周岁了，已经稳定了，圆满的。等甲周会这天，伊才放心讲，这是伊的囝，才甲伊好命。所以请真济朋友来观礼，较会当过
伊爱做红玫瑰来幸福出边头尾，也着请戏来搬来招待贵宾。可见，这个道志是真正重视。感谢菩萨庇佑，阮两个阿孙龙凤胎平平安安大汉圆圆，感谢。搁再来，爱来拜祖先，你的金孙今仔日周岁啊，咱兜搁加添两个金孙，保庇互伊平平安安，头壳重，到大汉。好漂亮！你看哥哥，哇，青可的地方，地方丽丽在野我。一定是龙凤无，叫做富贵无。你看，龙凤相对，富贵相随。为什么要坐感冒啊呢？因为感冒啊，就是圆满的意思。咱今仔日无用感冒啊，用即个红布来代表感冒啊。讲感冒啊，圆，囡仔熬大汉，头壳定，后摆着熬趁钱。好，互因两个人手一个，一人会，一人摕一个，福寿相传，趁家伙。快买一块仔，互伊食一下吼。好吃。妈妈。食酥饼，就是表示讲以后酥卡送钱。好吃。酥饼，酥，哇！后摆啊大汉就当时酥，是米芳。为什么要食米芳呢？人讲有人一句话讲啊，你年草味大的囡仔，啊，咱即马今仔日度节，就开始大汉啦，就是讲食米芳，年草气，啊，嘴口着换清芳，啊，你嘴该过一个，哥哥。对，好棒，吃。哦，你有睇啊？食乌豆，啊，就会食甲老。甜甜的。来，阿鱼在古早有鱼肉通食，算是快乐。讲食鱼食肉，免趁就有通食，吼。芹菜代表芹托。讲食芹菜，芹托后摆啊，就种棺材。好，这就是葱吼。讲食葱，头脑才会巧叮当。做好啊哦，圆圆啊！即马过来要抓啊哦，要来试酒吼，来。咱来即马看，做生意的。提算盘表示后摆啊是要做董事长哦。盘啊算准，这个稳赚拢袂了本。这个阿孙的吼，你看伊遮尔富贵，一望参途，这个表示讲吼，这个吼田桥啊，后摆啊有算袂完的田粮，后摆啊就等收租。啊，毋免遮尔诚认真啦。啊，咱若惊吼，行出状元吼，咱互伊万事通。啊，逐项拢互伊望一个，以后伊做啥物事业，拢会成功。补头后摆啊，工艺师一定够。毛笔也关，书法家都有希望。因啊。这个因啊，
是代表有权利哦，哦，啥物拢你掌权的。讲手提印，后摆啊一定真在种，若是提钱，哇，钱是上介好的。啊，若是手提钱，一定是好野人咯。后摆啊，就富贵万万年。这个是亲啊，亲啊，当然就是做生意咯。哦，讲亲啊，亲起去，后摆啊，趁钱敢若咧趁水。四周是最宋朝来传起，传到即马已经有千外年。咱文化代代相传，唔通放袂记。咱来恭祝所有天下的金孙平平安安享天年。